哎，可以吧？周兄真乃神人呐！此等模型，杨某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来，杨兄坐。好。哎，周兄啊，这水车一物，周兄既已成竹在胸，独立即可完成，那为何还要杨某来此啊？嗨，这说来就话长了。延庆王爷曾经有一次下西南之前，他曾经来找过我，说是西南大旱，问我能不能造一台水车，解民间之疾苦。我说倒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他就向我推荐了你。我？对啊，王爷说他有一次去工部曾见过你，说你当时呢是在研究一个什么物器，十分的投入，说啊你见到他连招呼都不打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不像其他人那樣只會知道阿諛奉承。沒想到王爺竟然如此宅心仁厚，楊某還以為他會責怪於我呢。哎，延齊王爺呢，一向是宅心仁厚，不拘小節，你不必在意。慚愧呀，慚愧。哎，楊兄弟，你怎麼也喜歡做這些手藝活呢？周兄啊，說來慚愧，楊某自小喜歡擺弄一些木工之類的活計，疏於學習，而家父三元出身，後為當朝大學士。楊某卻只是在工部做一個小小的主事罷了。家父一直以為我是給列祖列宗抹黑啊。哎，楊兄弟，你這是什麼話呀？這360行，他行行出狀元，是吧？等咱這水車建好之後，惠及成千上萬的百姓，這跟讀聖賢書是一樣的，造福於民。你爹啊，一定會對你刮目相看的。但願如此啊。皇上，天色已經晚了，您早點休息，保重龍體重要啊。哎，我問你啊，這楊大學士剛直不阿，平時他很少顯才於人面前，可這次為什麼他為琪兒說話呀？喲，皇上，這朝綱之事，老奴不便輕言吶。你在朝中也這麼多年了，很多事情你都看得明白，那朕就恕你無罪。那我就謝謝皇上。
倒是找了一個賢內助。這朕就愛。双儿，你的伤势可有好轉？謝王爺關心，傷勢雖已有些好轉，但還是沒有力氣。這個死仙妻！哎，雙兒姑娘。哎呀，這次出行啊，要不是你和李章兄弟，看什麼看？沒見過美女啊！真不知道有幾條命都丢掉了。金儿姑娘，你別走遠了。此言差矣，你別跟我了，我要上茅房。理所應當的。哎，那每一次都這麼危險嗎？哪有這麼誇張啊？死仙妻，臭仙妻，有什麼了不起的嗎？尹姑娘，尹姑娘，过来过来！哎，你看那些是不是接贡品的人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